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依家就同大家介紹返西門子嘅嵌入式冷藏櫃嘅使用方法同埋保養說明。呢部雪櫃嘅淨容量有134升，採用變頻壓縮機，配備輕觸式控制顯示屏，有 HyperFresh 0度保鮮格同埋極速冷藏功能，原產地喺德國。位於雪櫃最上方嘅就係輕觸式控制顯示屏，可以用嚟調節雪櫃嘅溫度。而冷藏室最下邊就係 HyperFresh 0度保鮮格，適合存放新鮮嘅食物。控制面板位於冷藏櫃嘅最上方，撳住開關掣3秒就可以開着個雪櫃㗎喇。撳住向右箭嘴就可以選擇所需要嘅溫度。冷藏櫃建議嘅溫度為4度。存放大量常溫食物之前，可以先開咗極速冷藏功能，咁雪櫃就會以最快嘅速度去製冷㗎喇。6個小時之後就會自動關閉呢個功能，恢復返正常製冷。當要存放新鮮肉類嘅時候，建議放喺 HyperFresh 0度保鮮格。HyperFresh 0度保鮮格嘅溫度接近0度，可以更好咁樣保持肉類嘅新鮮程度㗎。注意同埋保養事項方面，請定期檢查有冇過期嘅食物。第一次用之前呢，記得等雪櫃凍晒先放入食物啊！請等食物完全凍晒先放入雪櫃裡面，以免櫃內嘅溫度上升影響埋其他食材。請使用雪櫃專用嘅清潔劑去除污漬。雪櫃內壁可能因為冷凝作用出現水珠，屬於正常現象嚟嘅。